就。我喺度教我，冇啊。考慮啦。所以嗱，你哋就考慮啊，嗰啲係邏輯。所以你哋就考慮你哋睇啊，佢嘅想。很像。所以他虽然经历在自己的身上，而且你一定发现，一个真了智慧的人，伊就是了解。所以高雄青年出国山，为什么以前的高雄青年出国山？因为伊就是容易分享给别人。所以我以前就想啦，为什么一个多多麻烦，就是在老师读书的时候，为什么他还早专下凡？斗大出堂的高雄青，伊就是书记，伊就是一下子这个主纲低啊，这个重心，好重视给他们来这一班是好坏，没有人要求给他点心，于是写一个手印的个，需要你老公这个时候啊，希望你让今年希望教他们回回在本来以后，教他们回咱的婚姻，回咱的婚姻。所以修道啦，这他嘛有些讲明话哈，我基本上来讲是常做哈。再来新婚称